谢社会大众对我们医院的这个赞助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在国内已经从去年现在半年了。社会大众对医疗的机构的这个支持，其实都是不遗余力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的活动，也是我们在北港在地的3位的企业家，他们提供出来，希望借花献佛来鼓励我们的医疗人员。那我们医院更要一起来跟我们的民众一起来分享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端午节都要吃粽子，但是粽子其实是高热量、高钠这个纤维很低的食物，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营养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怎么样让吃粽子吃得健康。社区为了感谢最纾困的医护人员，绑了1200颗的粽子来感谢这些医护人员，还有疫情我们平安度过，谢谢。健康的食，咱的肉粽的部分呢，咱都爱注意着伊的原则。第一个就是咱的猪肉的部分，第二呢是孜然，第三呢低糖，第四高纤。是建议一餐不要超过2个，然后要当正餐来